你有冇發現自己活得越嚟越似一個精密計算嘅齒輪？你每一日早上起身，第一件事唔係呼吸，而係攞起你嘅手機，確認今日所有嘅計劃都喺軌道上面。你焦慮孩子唔聽話，焦慮工作會出錯，焦慮未來嘅物價，甚至焦慮自己唔夠努力。你總係會覺得，只要我再細心一啲，再努力一啲，再掌控得嚴密一啲，生活就唔會崩塌。但係真相話俾你知，你越捉得越緊，你嘅心就會越攰。你就好似一條拉到極限嘅橡筋咁樣，只要有少少嘅意外，就會徹底斷裂。朋友，你攰嗎？今日我想同你傾下呢一個讓我哋都疲於奔命嘅幻覺——掌控感。聖經入邊有一個非常有名嘅場景，門徒們喺海上面嘅小船遇到足以致命嘅狂風大作。呢啲門徒入邊有專業嘅漁夫，佢哋用盡所有嘅經驗同埋力氣去對抗風浪，去掌控呢一條船。但結果卻係絕望咁樣大嗌：我哋就嚟死啦！而嗰陣時，耶穌喺邊度呢？佢就係喺船尾嗰度，墊高咗個枕頭喺度瞓覺。每次讀到呢一度，我都喺度諗：耶穌係咪冷血㗎？定係佢真係瞓得太冧呢？其實都唔係，嗰一種安穩係嚟自於佢知道邊一個先至係呢一片海洋嘅主人。當我哋焦慮嘅時候，我哋就好似嗰啲喺船上面瘋狂划水嘅門徒，我哋以為呢一條船嘅生死全靠我哋嘅手臂，但係就唔記得咗主其實就喺船上面。我哋最攰嘅原因唔係因為風浪太大啊，而係因為我哋試圖去做只有上帝先至能夠做到嘅事，掌控未來。你發現到未啊？你焦慮嘅90%都係你根本冇辦法控制嘅事。你捉住嗰個方向盤，但係唔記得咗呢架車嘅引擎根本唔喺你嘅腳底啊！好多人都好驚交託，覺得交託就好似躺平，就係不負責任。但係真正嘅交託係承認自己嘅有限。試諗下，你攞住一個好重嘅包裹，攞到手都痹晒，膊頭都腫晒啦。交託唔係將嗰個包裹掉入海入邊，而係將呢個包裹遞俾一個更有力氣嘅人幫你去孭。上帝從來都冇要求你要一個人孭起你整個嘅人生。佢喺馬太福音入邊話：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呢一個唔係建議，係一個邀請啊！當你願意鬆開手，同上帝講：主啊，呢件事我真係估唔到咁多啦，呢一個係我能力嘅盡頭，而家係你嘅開端。呢一個嘅瞬間，你嘅靈魂會感覺到一種久違嘅輕，但係呢一個唔係問題解決咗，而係因為你唔再係嗰個唯一嘅負責人。我哋應該點樣喺焦慮嘅世界入邊練習放下掌控？分享3個我每一日都喺度做嘅練習。第一，定義你嘅影響圈。攞一張紙畫2個圓，內圈係你今日能夠控制嘅，例如係你嘅情緒、你嘅勤奮；外圈係你唔能夠控制嘅，例如係別人嘅評價、明年嘅經濟、病毒。將精力收返去內圈入邊，外圈嘅事每當想起一次，就同上帝講：主啊，呢一件事喺外圈嘅，交俾你啊。第二，練習主動休息。休息係最高級嘅屬靈操練。當你停下嚟休息嘅時候，你其實係用行動宣告：就算我停落嚟，世界都唔會崩塌，因為上帝喺度掌權。
第三，擁抱不確定性，唔好將意外睇作好似災難咁樣，要將意外睇作好似上帝插入嘅驚喜。當事情冇按計劃走嘅時候，試下微笑咁樣講，睇嚟上帝有更好嘅安排啊！親愛嘅你，唔需要做一個完美嘅掌控者，你只需要做一個被愛嘅小孩。放鬆你嘅膊頭，鬆開你嘅拳頭。上帝嘅手好大嘅，大到足以可以托住你所有嘅恐懼。最後，我想為呢一段時間一直緊繃住嘅你禱告。天父，我睇到呢一位孩子，主啊，你知道佢係為咗維持生活嘅現狀，已經耗盡咗最後一啲嘅力氣。你睇到佢喺夜晚嘅焦慮，睇到佢唔敢鬆開佢嘅手。主啊，求你而家俾佢一份從天上嚟嘅平安，俾佢知道，就算佢鬆開手，佢都唔會跌落嚟，因為你嘅雙手就喺下面托住啊，醫治佢嘅掌控欲，用你嘅信實取代佢嘅焦慮。奉耶穌嘅名求 Amen。 感謝你嘅收看。如果呢一集令到你想起邊一個活得好攰嘅朋友，就分享俾佢啦。我哋下集見。